我哋又嚟到澳門啦，今次都係四周圍行下。雖然喺橫街窄巷入邊冇目標去探索，但就發現咗唔少驚喜。有澳門嘅圍村，好多嘅情懷舊事物，亦都有同大家一齊欣賞沿途澳門嘅景色。阿倫餐廳係一間葡式餐廳，室內嘅裝潢都好精緻，好有格調。餐廳大肆宣傳電視劇《燦爛的風和海》，曾經喺店入邊進行拍攝。故事主要講述城市嘅愛情，圍繞住喺澳門入邊取景。點咗兩個呢一道嘅主菜，加咗一杯好別緻嘅凍檸茶。特別係地磚同埋牆磚嘅花紋係立體嘅。魯班係春秋末葉著名嘅工匠家，被後世尊稱為中國工匠始祖。呢一個博物館主要介紹魯班發明嘅各種木工工具同埋工藝。喺大三巴哪吒廟旁邊嘅哪吒展館，再行前一啲就有一群古舊建築同埋村落，可以打卡。呢一度係屬於慈林圍嘅一帶範圍，亦都係呢一次介紹嘅重點。而下面嘅橫街窄巷係一群矮小嘅屋，像橫交錯嘅路徑嘅村落，感覺對外自成一角。原來呢一條係澳門嘅圍村，佢昔日曾經有一段同日本有關嘅歷史。慈林圍有近400年嘅歷史，喺16至17世紀嗰陣時，當時嘅日本教徒為咗逃離統治者豐臣秀吉同埋大政大臣德川家康嘅禁教政策，而流落喺澳門。而日本嘅信徒後來唔願意反國，否則會迎嚟死刑。因為豐臣秀吉下令會殺死信教嘅平民，總之教徒一旦返去家鄉就會通通一律處死。當呢啲教徒逗留喺澳門之後，後來被安置喺而家嘅大三巴牌坊附近嘅地方，然後佢哋逐漸聚居喺嗰度，信徒們慢慢建立佢哋嘅村落，築起圍牆，自成一群，而且佢哋喺當地種植馬鈴薯同埋開發水井為生，自給自足。種植馬鈴薯嘅原因，據說係因為當地嘅土壤乾旱啦，馬鈴薯較為耐旱，適合長期當造。而馬鈴薯昔日又稱為柿，同粵語嘅發音好相似，廣直嘅感覺睇嚟茂密得好似叢林，地名因而得嚟。澳門政府亦都喺2010年將慈林圍列為考古同埋文化保育，推廣大眾同埋旅遊業。慈林圍嘅舊城牆遺跡已經喺2021年列入為澳門被評定嘅不動產名單。順便一提，哪吒廟旁邊嘅榕樹已經有8年嘅歷史。再行前少少就睇到一隻可愛嘅牛牛公仔，原來呢個係近期先加上去嘅。呢一度最近開咗一間叫做逃脫的牛嘅創意概念店，裏面嘅產品同埋展覽品係羅亞青年發展中心嘅青少年同埋學生做嘅，包括用二手牛仔嘅衣物製成嘅包包、手袋、單肩包、手提袋等等，仲有製造陶瓷碟同埋茶壺，將佢哋畫嘅圖案燒喺上面。呢啲創作令佢哋喺社會上面有歸屬感，透過生活嘅用品分享佢哋嘅藝術心得。店鋪旁邊嘅井都喺明朝嘅時期，日本嘅教徒主要集中喺度開座，收集水以供應全村使用。其實逃脫的牛嘅名係嚟自一單新聞嘅報導。喺2019年嗰時一隻牛從青州嘅屠房準備被殺嘅時候
撞毀鐵絲網逃走出嚟。本來咧佢已經打咗麻醉針之後咧唔可以俾人類食用，而佢咧仍然活生生，於是咧就放棄人道毀滅嘅計劃。最後咧更喺市政局咧安排覓地收養。人員咧想到呢一隻牛咧能夠跑咗出嚟已經好幸運㗎啦。後來咧呢個故事咧比喻為有奇蹟嘅事，以及唔放棄嘅心。所有嘅困難咧都會被排除㗎啦。而呢一隻逃跑嘅牛咧，而家仍然收留咗喺路環。下次去到嘅時候再睇下啦。大家行喺福隆新街嘅時候咧，會唔會感覺到佢嘅古色古香嘅風格呢？再由呢一度行入去其他嘅窄巷呢，會發現有好多古舊嘅樓宇，好有特色同埋情懷，值得去發掘㗎。呢一度呢條街都有個門檻喺度，好特別㗎，仲有土地公喺度喎。呢度係呢個福榮里。有人喎，文化公所，古式嘅呢啲好古老嘅屋嚟嘅，好古。可以睇到呢啲咩？可以睇到呢啲利字嘅街巷呢，都設有土地神壇。龍聚龍里。呢一度係河東圖書館，其中一間澳門入邊幾龐大嘅圖書館。好靚啊！仲係落地玻璃啊！再睇下佢呢度，佢呢度係有60週年嘅致慶啊！而一啲簡介咧話佢1894年之前咧原本係一個官也夫人嘅大宅，多次轉讓之後咧就由河東爵士咧喺1918年購入。花條呢一度咧有露天座椅區、噴水池。平台花園嘅模式感覺好舒服。呢度都唔少嘅，呢度成4層呢度。呢邊有風景睇喎。即係會議室嗰啲啦。呢就係以前一個露台可以出去睇嘅。呢度有個好得意嘅公仔啊！好似冬菇亭咁樣咯。傍晚入黑嘅時候嚟到阿婆井街，
一開始行埋去就睇到兩間荒廢嘅大屋，唔係太清楚佢昔日嘅用途，可能係一棟私人嘅物業。呢兩間7號同埋9號街號嘅空置建築物，原來係屬於文物保護嘅建築群。哇！佢呢個廢墟原來都有成4層啊！因為中間呢度咧隔住條橋上去嘅2樓度有個平台，沿住呢條街行到最高處，就會走到西望洋聖母瞭望台，觀賞一下澳門嘅夜景。呢個位置咧可以把攬旅遊塔以及西灣大橋嘅迷人景色。呢個位置咧觀賞嗰時咧，陣陣微風不時吹嚟，喺夏天嘅時候咧特別舒服。哇！睇到好似歷奇嗰啲咧〜佢包公馬路落山之後，選擇咗喺民國大馬路食晚餐。呢一間亞利咖喱屋之前已經食過一次㗎啦，坐喺路邊位，睇住旁邊嘅西灣湖啦，同埋對面旅遊塔嘅景色，別有一番味道。木糠金華火腿嘅沙律好重料，海鮮蘑菇鬆髀湯必點，湯入邊都有好多嘅配料。芒果布甸做得好厚實夠飽滿，食飽咗之後更加可以沿住湖邊一邊散步一邊欣賞夜景。大家可以沿路步行行到媽閣，喺公共交匯處搭巴士或者輕軌離開。呢一個係今日由大三巴行到媽閣嘅旅程，希望大家去呢個旅程對澳門嘅歷史古蹟有更加深入嘅認識啦。